根據最新消息，電動車的牌照費用將改為根據額定功率計算，並在3年內逐步提高至相當於汽油車牌費的7成。目前，電動車的牌費是根據車輛的淨重量計算，首1噸的年費為572元，之後每增加250公斤需多付124元。有電動車車主表示，若牌費增加至7成，希望能控制幅度，因為現時經濟狀況不佳，應鼓勵更多人使用電動車。另一位車主則認為，電動車的成本仍然比汽油車便宜，若牌費提高至2000多元也能接受。目前，運輸署的私家車牌費是根據引擎氣缸容量收取，金額介乎5000元至1.4萬元之間。